嘿，家家有好生。马沙狗家女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周味。我係英英。英英係問哦，當到什麼人啊？下豬頭會喝下午茶，係啊，錯冇？下午茶都啲聊乜偈啊？聊八卦，聊壞話。壞話沒有可以？姐妹之間沒有來的那一個就會被講壞話。係哦，就用世代還冇強樣哦。係啊，從呢啲什麼已經才強下出嘅得罪股啊、安介啊，韓國就學東西。哦，是改懂重要，一天要是東西啊，是東西才可以說出很多秘密。不過講到哈學東西姐妹聚會，我最近有一個問題。什麼問題？我不想聽。咩啦？因為啊，吼，我嘅朋友都啲，我哋下要主持嘅，要則設計節目咧，所以佢要出講，我靠我嘅主動性嘅能力，而且要當翻我。你眼睛也模糊。佢都係靠我啦，他們磨練我。哦，磨練你。古時候講啲煩我講，下豬頭食下午茶，聊天之外，什麼趕來煮。跟你請來，我抄個呀，趕快求我。求你，趕快幫我找一個厲害的主持人狗架，好嗎？冇問題啦，我講吃下午茶一定要漂漂亮亮的嘛，又可以在臉書打卡，跟我搶到啲主廚，一聽就厲害，不會弄搞歪。讓我們歡迎今邊的主廚羅思潮，歡迎主廚。超哥你好，哥哥好，英英好，那邊好講你，妙麗，哎呦好酷哦，妙麗。如果那個姐妹們有這樣的男朋友，做菜應該也太棒了吧？真的哈，剛剛求50足啦。哦，你的眼，你要莫左右眼睛為之一亮。我是對它的食材。是這樣啦。哎，為什麼會有花？我都覺得好漂亮哦。哦，然後那就拿來裝飾用的。哦。你下強調，因為姐妹 party 嘛。今件比準備幾多套菜愛搞？3方菜，幾套菜做埋？西班牙番茄乳酪普切塔。好，西班牙。番茄乳酪，又是西班牙。普切塔，糖衣來動厲害啊！跟他走，來，沒事。那都兩麵包哈，切。哦，切麵包。哎，超哥，叫他超哥好嗎？英。我有想到。有想到。係講佢要動簡單解決我嘅問題。哎呦。以後我就叫他超人師傅。超人。幫人家解決問題的嘛。Superman。兩麵包哈，切好用先用餅哈。哦。師傅係問哦，跟摩杯啊，沒有買按呢法國麵包，係自家冇時間做，愛買硬嘅一樣咧，好。全部做的。全部做的，硬嘅一樣咧，全部做的，只要是法國麵包，切好嘅做的冇？做的。沒做的。我哋了吼，唔同嘅麵包很硬。嘿。我哋會用啲蒜條。會加麵頭，冇食到蒜條營養啊！哦，有點面膜嗎？有點也薑，蒜頭嘅米絲，不過有一點點味道，讓這個麵包增加風味。你要靠本嘢。哦，因為這簡單的事讓你做了哈。哎，塞好來了，配料哈。來，誒，今邊嘅豬腳。哦，豬腳，莫扎瑞拉起司。莫扎瑞拉起司，哦，你啊起司食起來米絲很樣辦起。冇乜嘅麵頭，冇乜嘅麵絲，冇乜麵頭，唔過食起來口感。嘿，當我說。你喺哪邊買呢？而家超市有賣有咧。超市出以為，誒，迄個買唔到安尼 cheese，用 pet cheese 來代替做的嘛？沒做的。譬如講，一般的生麵包的 cheese 沒做的。沒做的。黃色的嗰種。哦，最後迄兩種啦。係，我哋兩切不去細隻小丁，你話？係。我哋兩 tomato 等下會皮會放鐵。要토마토要10分了有嗎？10分了不要？10字哦，開10字，不要切太深。哎，莫切通寸嗎？哦，莫切通寸。10字，先不用了。不用嘞。該冰水。好，冰水來咯。先不用了。好，不用嘞。哎，你要注意到水係嘛？對。你有參加過類似這樣 CMO 的 party？有啊。朋友的嚇。朋友的。哦，朋友的。給你知道 CMO 什麼樣的東西？
比较适合。譬如说要有我的意思讲要有副食，要有主食。嘿，没有主食。那到台尬就会开胃菜。啊，开胃菜。提红。那后面是要烤，比如说烤整个乳猪。主菜类。我乱讲。九层塔用哦，全部给油。要配色提味。哦。师傅，七前菜。你用了係七千茶。係七千茶就做得咧。係菜你係外國記得嘛係用了係冇？記得係用羅勒。哦，羅勒米絲同七前菜差唔多。係差唔多。羅勒賣出係麻煩咧。哦，冇賣哦，唔難賣。好，你七前菜都不用加莫扎瑞亞起司200度。係，係黃檸檬。黃檸檬，黃檸檬啊，一般人來講，黃檸檬嘅米絲較甜也較酸。甜。它甜哈，黄檸檬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觉得黄柠檬很适合跟我走秀。有冇？走秀有冇叫黄柠檬？好，那就我加汁甜，嘿，还有黏啊，黏啊，做嘛黏啊？加用去汁下倒，哦，汁下倒，而且那用切開了，你啊一般咧，哦，黃檸檬好買嘛？就弄到嘞，好買冇？好買啊！好買啊，那就先變。為什麼食材都很神通，就覺得什麼都很好吃啊？不要煮了啦。應該係講用嘅嗆色嘅檸檬嘛。那就較酸的哦。哦，較酸，那就較酸的，那就較酸。啊，啲麵包吼，那就嘿，哦，啲蒜頭溜起來，做啲做脆哦。哦，曬下來咧，橄欖油。橄欖油。哦，橄欖油很健康，特別唔夠加落，唔好開橄欖油沒懂健康。你這樣子放下去，不會覺得負擔很大嗎？唔。什麼嘢最強是油啊？唔。好，英英。不過橄欖油哦，橄欖油嘅營養價值很豐富。補充你本來食嘅豬油啊，冇做沙拉。用平時吼，愛用溫一麵就好嘞哈。溫一麵。溫一麵就好嘞。不用好了，就加蒜頭嘅麵嘛。係冇？哦，蒜頭嘅麵。師傅，該從愛吃家不下哦，就該蒜頭的油，未做得講未做得，有水滾的哦。水滾的哈。那你到愛不下煮好冇做得嗎？哦，愛做唔得。你嘛感覺做得？剛剛你嘅tomato 師傅給你切實質切法的嘛哈，就切法嘅麵不用下去。冇錯。哦，不用下去。注意下哈。好。啊，撒下來呢？好，那就也麵包有冇？溫度油嘅。溫好咧吼。嘿。用煎的，用煎的，我調出唔是這個不用油嘅，係嘛？唔是，哦，有冇？應該係用嘅烤箱用配嘅未做得嗎？用配會香皂。哦，香皂。香皂，哦，好，這個把我們的 tomato 搞太乾用板薄皮，係冇？做嘛皮冇做唔得食？一皮有冇變下去會口感會冇啊？哦，口感冇好。一時香硬啊，軟軟啊。跟來貨白嘅麵包唔是太忙哦。好，我用差唔多嘅哈，有冇？好關係。跟當從烤箱拔出來哈。就烹飧溜溜茶樣。其實你們做的小朋友早餐，有些年小朋友早餐做的。好，兩個都煎好了哈。哦，煎好誒。先盤到地板。不用咯，你做不用咯盤得當哦。這樣其實就很漂亮了哎。用主動好吃的。你看，你地步看你丟嘞，你去懂講，你可以美美的出場。對啊。我們就兩個煮差唔多哈，要往油撲起來咧哈。那就夾起來咧。好。不用落啲變水地。不用落變水地擺度。那就冰鎮一下。有冇？好，火煮嘅關起來哈。好來。火煮嘅關起。注意。廚師手都是鐵砂掌就對了。你做薄嘅。你嘅方法太嘅好記啦。其實當簡單。好，我來練習一下。師傅愛啲咧，按你薄後哈，如果把它切碎之後，也可以做意大利麵醬，好嗎？做得，做得。做意大利麵醬就唔是那種雜個糖果，比較係落去炒就好咧。意大利麵醬就會入啲皮沒做。沒做得。也是。我哋要煎好先，不用方便哈。那就地板先調味。好，剛才的 mozzarella cheese，還有呢七前菜。好，海鹽。溜下就好了哈。哦，海鹽。還有乜嘅？黑胡椒碎。哇，你看看，
厨师最好的武器就是厨艺之外，你看动作也是非常的帅哦。对啊。我们弄就不好看。脸冻丢了。做卖用海盐，如果用一般家里的精盐，用一般的精盐就它细汗嘛。哦，它细汗。哦。海盐的话会有一点点回甘，或者是不同的某 Q 1米西啦。都200塊嘅吼。8塊嘞。我切睇。哦，detail 切睇。也未切睇。好。其實兩號你有冇浪費咗？係啊，昨天不攞過去啊。你這樣對嗎？喺度你啊，吼，我肉田。哦，肉甜甜梅子，哎呦，用白梅子喏。滋味口感冇實。啊，有上次哦，嘅字哦，喺切到牙縫咩冇好看啊。不過營養價值是一樣的，所以全部勞共性。哎，你老公還蠻幸福的哈。對啊，哎，營養價值的東西都給他吃。兩美切丁，番茄啊，切紅素很多，煮這樣提供哇，番茄的營養價值很高。那個該肉醬，小朋友最好是該酸酸甜甜的。係啊，肉醬拌一拌出凍好食的。煮凍強的啊，入為主嘞。來，好啦，又不用鹽的嘛。係又不用鹽的。黑胡椒，我哋有檸檬吼。哦，加下人切開來檸檬吼，哇，就變到同香誒。板沙煮做得嘞吼。哦，板扎煮做得嘞。加超人師傅講，檸檬偏甜，然後我知道剛剛馬扎瑞其實有，它會吸收，對不對？吸收那個酸味。你當初嘛個做好吼，看球賽時間，做嚟配，冇錯，類似沙沙醬，就可以配那個橄欖油。我把東西講配比，橄欖油一大匙，橄欖油一大匙，要用油亮啊醬，醬對。橄欖油大匙哈，沒錯，脆片啊，脆片，多餅乾，玉米片，玉米脆片。哎，我感覺聲音呢做得行呢，做得配那個什麼洋芋片啊，或是那個一般的那個玉米脆片都可以吃。出搬運，哦，不用落當杯去，你色咩當好看，有點強旺旺，啪啪風風。感覺挺好的，因為啊下午茶的時候女生都會弄得比較漂亮一點，譬如說口紅啊，或者是對不對？那這樣小口的吃很方便。好，不用送醫，嘿，不用送醫哦。其實還蠻沒有負擔的哦。對啊，而且就感覺很清爽。我是沒有吃到 cheese， 不知道那個口感，但是我光用想的就覺得，而且配色真的好漂亮。這是東東哦。等一下，好迫不及待想要吃。對啊。哦，差不多了哦。哎，還差臨門一腳。臨門一腳，你的臨門一腳是什麼呢？呀，食用花。食用花哦，這個也有療效的。有療效的。哎，食用花在那邊買。花市。哦，法師。啊，你要跟他說。調價講，我要食用花。哎，就得買食用花。哎，食用花哎，不用咯，當杯。當杯嘿。這是什麼？為什麼會有這夾子？我可以有一支嗎？因為它油嘛，酥紅啊，它油。而且我們的超人主廚是從他的那個袖口，就這樣，對，萬用的，真勁哈！而且我覺得看上去就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很療癒哈。好，兩道菜很多，西班牙番茄乳酪普切塔，夾來試試到。切好你叫嘛，咁樣會刮刮啦，哦，呢下醬，應弄喺10號嘅香菜，就醬哦，就醬哦，醬哦，很強，哦嘿，哇，直接豬油，香菜哦，你煎不給擦擦，啊，有啲擦擦，等下10 kg 有凍好食的。我哋做肉派安健蛋呢，亮肉汁哈，感覺是鎖在裡面，對啊，而且我覺得我按醬是用油，我都很想要吃一口。做得咯。
哇，来试一下，试一下。爱心爱心。来哪里啊？好啊，谢谢谢谢。感觉很像现在有音乐，然后下午茶的感觉。是，来试一下。好。有没有动开胃哈？动开，这个吃了就很想要吃一些别的菜了。第一，这个面包啊，吃了一些方法懂哈，用那个蒜头抹上去。不会太重，因为你唔会呛到配的食材面是。韩国伊该放些个柠檬，因为甜蒜，它就带出那个味道，带出那个橄榄油跟蒜头的味道，然后面包又软软，不会很难咬。你好起来嘛？切它，食材很重要。真的，师傅料都出来了嘛？该。西班牙番茄乳酪普切塔。嘿，听你吹吹就会来咯，莫就快啊！哇，超人师傅竟然听一头吹来做嘛该？炉烤开心果羊排搭季节时蔬。羊排係凍醬式羊肉。唔會，你要凍好食咯。唔會嗬。好來看一下。羊肉。你係專業解凍盤，你要凍碰片，不用料。哇，有冇？我家你不用熟落的時間，我吃到有變呢。你睇這樣短短的時間哦。所以你要腿背長到幾久趕時間？ 30分鐘就來嘞。剛才就先切啲菜。好。準備乜嘅咧？來紅甜椒。紅甜椒，哈。你食看有啲檔好看哦。對啊。還有黃甜椒。黃甜椒。然後又發現哦，超人師傅在那個做菜都有想到那個美味跟那個視覺的美麗兼具。啊，啲花椰菜哦，啊，啲嚟皮硬皮會脫剔，希望會脫剔，係可以到嗎？係，咁脫剔。啊，係口感下好係冇？係口感會下好。因為基本呀，師傅做的係這個炭烤羊排，搭配時蔬嘛，知道嗎？那準批時蔬，所謂時蔬就是季節性的。係，冇錯。那有想時做的批乜嘅東西？譬如講，除了紅甜椒、黃甜椒，有啲節瓜啊，係啊，啲玉米筍咪做得啦。去當季嘅食材啦。當季做得咧。因為生肉咩是搶出啊。係，冇錯。營養才會均衡。我吃到西式的餐點當都用節瓜哈，節瓜咩啲經驗，我讓吃到好像它營養成分也蠻高。有想食NT去吃燒烤的時間，也可以烤節瓜。而且節瓜真的很方便誒，像我想吃就是拿出來烤一烤，然後撒點 cheese。你弄來煮水一下哦。好，這種我們的時蔬做前置的處理。嘿，好，好，菜先切，切好長的前牛，哈，比較不會這個多蟲感染，對不對？哇，有沒有很厲害？有。好，羊肉退便宜以後，你去燙羊肉的時間做安尼出來燙羊版的羊肉。羊肩排，羊肩排。羊肩。哦。然後又煎油花，這樣，還用羽毛切好了，羽毛，羊肉會刮刮啦，好，跟住下醬，刮刮啦嘞，等下食起來以後是，一般來講，我們要斷筋啊，這邊需要斷筋嗎？也是要斷筋，就要用，對你來講應該唔會太難啦，唔會，要當簡單。當纖維質拿它做的。油會刮剔，做乜嘅油會刮剔？醬。哦，醬。好，你看，你係標準，切好嗰啲先標哦。好，你睇龍肉骨哈，跟水滾你要做乜嘅？燙個蔬菜，全部丟進去嗎？那這個夾子幫我拿一下。好，謝謝。燙一下就好了哈。1分鐘就好了。好，1分鐘哦。哎呦。一般來講，搶出來時間會加一點油或鹽，讓它定色。你不然你做冇？大家都等下枸杞落去，浸落去。哦，按你方式沒做得。沒做得。因為你要記得咯，做唔得太落哦。其實應該取到差唔多咧。差唔多1分鐘。好，你等下切好嘅啦。加切好嘅羊排。基本調味。哦，基本調味。海鹽。海鹽。哦，你真的很愛海鹽呢。你除了是超人，也是海王子哈，海鹽子，海鹽，有啲黑胡椒，黑胡椒，跟外婆還有跟乜嘅玫瑰鹽呀做得，沒做得，哦，其實講起來，咩整件當簡單嘅，當簡單啊，哦，就是簡單的調味，吃食物的原型跟原始，有啲橄欖油哈，橄欖油，
你出这当做整饼的用哦。系啊。哎，香香温温啊，嘿，好，本给吸收一点腌一下，腌一下，腌一下，干干净净的。然后美式芥末酱，美式芥末酱，美式的哦，美式的芥末酱给 Kiss 的那味啊，哎，去下蒜，它酸哦，对，2汤匙，2汤匙，哎，啥来嘞？法式芥末酱，法式一个美式法式的给它 Kiss 嘛，法式下除掉，米下冲掉，米西它冲，哎，没错。法式芥末酱会不会很难买啊？唔係，全聯都買唔到。全聯就是一般的便利商店就買得到。啊，有蜂蜜，蜂蜜，哎，1汤匙。哦，这个蜂蜜芥末的感觉就懂寿司哎哈。自己调，哎，那比例是怎么调配呢？2比1比1。哦，2比1比1。美式芥末酱2，然后法式1，对，蜂蜜也是1匙。哇，这调起来的姜黑。甜甜也酸酸的，嘿，英英我试试好不好？来，啊，其实应该是在我服务一下好了啦。好，来，我都不好意思，一直我试吃也不是办法。好好吃哦，怎么样好吃？感觉可以沾刚刚的面包，就会酸酸感，不过呢就是大概碰通感，蜂蜜，就是那个，对，就是然后嘴巴还会有一点绵密，好，你还给咩煮？配角啊，配角挂子，主角的羊排6粒切半油油。哎，我去那边买多俩开心果。杂货行，南北杂货行卖油嘞。你也是走遍大江南北。所以俺老弟讲，爱卖个湿的还是什么？还没新鲜的开心果，对，新鲜的开心果。新鲜的开心果。买正了，哎，这个处理嘛？不是，样子谁？嘿，不是。哦，有留切一下哦。哦，没处理好的羊排，羊排来咯，来，要煎羊排嘛，嘿。从頭先12個就講啊，叫係講佢唔敢是肉肉，係啊，剛才做的變成雞腿排或者是牛肉，哦，牛肉嘅，有啲面毛媽不識用嘅啊，媽識牛嘅，幾用咩做？啊，嚟啲像西嘅比，咩做得係處理，哦。然後今年肉豆蓋買蓋牛蓋啊，因為讓你去骨雞腿排，嘿，去骨雞腿排沒做得，其實同旁邊呐，嘿，哦，建良哦，我們是頂扁嘅，哦，唔是頂扁嘅，哎，你要一面下去，先幫佢煎下，先幫佢擦擦，哎哦，一邊擦擦，哎，有朋友會問講，哎，哎樣會煎幾久？係啊，煎幾久？差唔多2分鐘，差唔多在2分鐘。慢火哦，慢火，其實火力全開，對不對？哎，火力全開，應該弄來10頭的香菜。就醬哦，醬哦，很強。海鹽，又是海鹽，因為你要摸米頭啊，應該都會放啲油米頭。一點米稀，又是海鹽，我們的海鹽王子來了。黑胡椒嗎？來，我來。好，你說這個是功力嗎？哎，你要從第一眼呢？很厲害的樣子，有沒有？請你不要把你老公的氣出在這裡。哎，為什麼我弄得好像有一點？天燈啊，對，恰。可是為什麼你弄得那麼帥，我弄得好像有點掉漆呀？不會啦，不會，你這樣可以嗎？走的。好。然後你要橄欖油。哦，又是橄欖油。等下會煎過。你要這個煎過？有煎過。呢啲係有批到嘅羊肉嘅面絲嘅嚇，煎過很香，當香。要2分鐘嗎？誒，差唔多咯。一邊看啦嚇。哇！有冇？梗係冇馬式羊肉，然後知道當上可以好。我煎到安樣哦。哦，我煎到安樣。兩面都安樣係啊。哦。你2分鐘。你聽安樣慢3分鐘。用慢3。心裡默唱一首老山歌。你可以唱一下。來，唱一下，唱2句嘛。預備，開始。悠閒世界。祝永遠。寂寞啦。你覺得這樣很搭哈？哎，可以啊。反差的美。悠閒世界祝永遠嘛。寂寞周盤來歌噶。雖然沒押韻，但是先不計較，真的很棒。你弄完那該烤盤一下，對嗎？烤盤，師傅，既然要烤的話，你烤箱要省預熱嘛。嘿，170度。170度。170度。啊，你可能要牛下盤有冇？係下盤。下舊掉。下舊掉哈，所以預熱。嘅嘿，下夾。
稍微一点点热。好，把面边好。好。安尼两面差不多，剪到有点切的哈。两上去。好嘞。放金片咯，放金片，莫要向太焦了。声音。好。好，第一麻烦你了，我们要上烤箱吗？忙哦，还忙哦。第二个调好的啊，蜂蜜芥末酱。调好的。哦。所以土里的酱唔会炒火辣哦。唔会。其实哦，两姜它其实有一种可以锁住这个肉的吃的感觉。牛吼，差不多3分熟嘞，15分去烤一下就做得了。好，再撒上刚刚赏的开心果碎吧。看你就开心了，不用吃开心果。一面就做得了哈。好。然后我们进去烤箱要烤5分钟。5分钟。好，来，进烤箱。麻烦你哦，生意对哈。好，给5分钟的时间，你要出来煎嘛该嘞。呀，香菜。哇。其实啊，俩营养都当好哈，系啊，安用拿冻入该营养成分，蔬菜啊、肉啊、蛋白质都有。全部有嘞。你看俩呛出来哦，每件不给擦擦。有点擦擦。这样10kg有冻好食的。就想讲你春来俩芥末酱要做什么？系咯，俩芥末酱用，你看俩拍了安台炸。嘿。好。哦，要做化了吗？哇，一片入口嘞。一片入口哎哈。一片入口嘞。哇，感觉我们好像在吃很厉害的法式料理。我觉得我自己在弄的时候，应该还是弄一坨在旁边。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给你缝给，你还缝给。你做对啦。安尼摆盘就这件当好看，吃起来当好吃嘞。对啊。而且我觉得我这样弄，我搞不好我的姐妹不相信是我弄的。不会吧？不会。其实那个吃到周式啦，也没有练习，就像唱歌一样，就像下司一样。好，安尼出等一下，安尼又是上来了，好，上来出第2套菜用白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等下再来。5分钟过了，来，他生意地位哦，生意地位。哇，我有皮豆香梅嘞！我没皮豆诶。哦，师傅安尼。哇！冻香哈。哦，刚刚给姜地当杯肚整个融在里面了哈。可以撒下来。用白。夹上来嘞。夹上去。来。哇！俺们做肉派很简单呢。嘿啊，两肉汁哈，感觉是锁在里面。对啊。而且我觉得俺姜是用我都很想要吃一口。走对喽。走对了哈，来，听一道算是主食咯。嘿，主食。这一道叫做炉烤开心果羊排搭季节时蔬。给大家来试一下。来源主要来源哦，连还买个 cheese 嘞，莫扎瑞拉。摔打的用意是让它有粘性以外，我们的口感嚼劲。我们这个面还用腌温度30到35公克 cheese， 好爆起来。你冇先不一样，先不一样，中央。我们都先差不多5分钟。 5分钟哦，本体融发一下，有点焦焦的感觉，这样就很漂亮的，而且有那个焦香味，对不对？哦，插在上面，好漂亮哦！哇！来帮大家服务，很雄威盛喽。看这个，其实这个好漂亮，切也都很好吃。你切当中呢，现在是来加冻好起的节瓜，好吗？好。你这样来吃的安尼节瓜搭配羊肉，不知道怎么样？
其實聽我說，其實節瓜吼有一種同特別的米絲，不過吼有點有點強烈，不過經過按的簡單的料理以後，我覺得它那個汁鎖在裡面，是很清甜又很舒爽。講出來，講出來。就咪講你平講應該是用係啊，呢月條嚟食。真嘅哦。真嘅哦。凍卵，凍好食。即個講凍卵凍好食。基本嘅肉肉嘅，它要為醬嘅味道。它跟南為漢就是加是不是有加蜂蜜的關係？甜酸酸啊。哦。所以叫佢酸酸又甜甜，它嗰種甜係因為吃到會吃得很膩的那種甜，就是蜂蜜的那種感覺，就是很舒服。我點解意思？因為啊，一開始啊，我要講個用的米絲，不過經過這個芥末，蜂蜜芥末，美式跟法式以後，它反而把羊肉味蓋掉之外，它還可以把羊膜被切，裡邊嫩這種感覺，吃起來更甜。韓國呢個開心果畫龍點睛，對，就是你手工給開心果，你覺得那也可能就是一個輔助的一個食材，結果它跟羊肉搭配在一起的時候，是那就切嘅味道。我講唔敢食羊肉嘢，做了出一聽敢食又懂或者有好起來嘛？有哈，倆都差很多。爐烤開心果羊排搭季節時蔬，好咯，吃好倆出，還有一出牛肉眼淚咯。超人主廚哦，加主食煮好咧，第三道係做乜嘅？爆漿芝士牛肉丸子。爆漿，糖豆爆漿就有一種哇抓狂、瘋狂的感覺。再講一遍啊，看我躺清楚。爆漿芝士牛肉丸子。爆漿哇，感覺像食神要來了。沒錯。好，來牛肉丸子呀。好，現在準備乜嘅？史聰買的牛絞肉有冇？牛絞肉，牛絞肉好買冇？都好買啊。去市場。牛肉。你講牛絞肉。牛絞肉幾組位？7:3。7:3。切為7。哦，切為7。3。哦，配嘅3，所以佢冇按色。係，冇錯。哦，幾位弄唔大吼。所以你講牛絞肉就好。係，冇錯。你講嘛該鋪位該。唔是哈。你就當高嘞哈。哦。還有倆洋蔥。洋蔥哦，蔥條。拌沙。用板炸。蔥條板炸。你蔥條會切不去油哈。哦。這個啲用板切嗎？愛啲。用板切。愛啲，按樣型。哦，很強。再個按嚟切。好。唔講你準備來啦，你靠埋就嚟啦。係啱愛學咯。好，嗌來。天咯。既然你下按會講，應該有啲教書哈。唔用啲。我上一天嘅老師用嘅啊，聲音點啊？嚟。做地好嚟。因愛用切，冇錯。係。愛切下油掉，好，我哋會用。炒。其實你做地咧，不用那麼那個。有沒有？哇！放啲一刀。哦，一刀。哇！這就下油咧。好起來咧，學到了新東西。想要演一些哭戲也是這樣就好了。爆漿 cheese 牛肉丸子。對。好。剛剛從頭一聽到變到牛肉底部都食起來它不會。牛肉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膩，對不對？太香啊！我啲咧蔥條啊，佢料辣，不過係從來做本生意咧，是佢出為下降那個味道。唔係，也辣就冇。炒本佢香，佢就會甜的，唔會辣，就會變甜。有學到了。還有一個方法，切啲蔥條有冇？用到水底爆一爆。哦，用水底爆，它就唔會辣，它就不會有辣的味道。我現在有感覺到辣味。一般常溫的水就好嗎？還是要冰水？冰水。好，切好咧，不用攞肉底部度牛肉底部度哈。幾紅菜用嘅料有冇？有筍哦。爆漿的來源，主要來源哦，你還買個 cheese 嘞？莫扎瑞拉，又是莫扎瑞拉。這年冬後呢，你像雞毛來，我們就同一個食材可以做很多的變化。冇錯，莫扎瑞拉，因為唔是買很多，是買很多。有上時候你我一定是嚟踢，是嚟搶莫大送。而且我哋啲係 cheese 哦，它就分一種係不溶的，就是它煮麵包，對，莫扎瑞拉 cheese。還有牛肉、海蔥，我來談
该不会又是海盐？我用米头哈，有米头，海盐。海盐。哎，超人师傅，我真的太喜欢你了。什么？我的调味料只要买2个就好，我就搞定3样菜。海盐，而且你不用好，还要买胡椒，黑胡椒。来，好。哦，你看看我有没有样？有，哎呦，过来，厨师的证照，节奏感，不是随便考的。做得好，哎，含有以后，没错，还有嘛该？含有以后，我知道了，我猜有，冇错，吃哎哈，哎，做得嘛？再过来哈，再过来。好，你看出来看师傅的功力嘞哈，你看功力除了让这个肉可以有弹性的来源吗？那就有用切。哦，是加用酥。嘿，那你的手会有那个手感吗？就是大概知道捏到什么程度再摔。就是你大概你抓要搅拌均匀哦。好，那你知道就是爱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们的功法。哎呀，这你像来以前呢，对，还有黏住米的朋友嘛，也做小米酒，其实就是妈妈在做小米酒的时候，如果有爱的话，那个小米酒喝起来特别好喝。哎，该师傅你讲两牛肉给肉跟肥肉的比例是7比3，那洋葱的比例我要怎么抓？班长，差不多班长。好，有冇爱哦？哦，对配啊。所以这个摔打的用意是让它有粘性以外，那个我们的口感嚼劲，对，比较扎实。哎，刚才上到哦，係講我同樣用按樣嘅比例，我可以做那個漢堡肉嘛？做對啦，對咯，對啦。就像我講嘅，咩做得用雞肉啊？我哋用鹽啊，用煙，我們都30到35公克。啊，底部就爆了，爆加莫扎瑞亞cheese，好爆起來，爆起來，哦，你出去爆漿嘅來源，你有吃款嗎？哦，已經吃款到來了。好，所以師傅你講你用你嘅雞肉嚟做嘅，咁個雞肉嘅肥肉的比例怎麼辦？蓋皮就是高樓皮。哎，我是用包菜包的手法。沒做得咯。唔可以同台炸哦。一口。哦，按你甩它，其實就是讓它出筋，空氣打出來再出筋之外，哦，這樣子就會有那個緊實彈口，就是很 Q 彈的感覺。你冇加乜嘅發開東西，甜鹽哈。正經哈有鹹出有愛，做出來東西好食，不管係泡麵吶，不管係我說真的，以前呢，阿婆哈進來出門研究的時間，離行的時間，他其實只要弄那個白飯糰加鹽巴，你知道那個就很好吃了。你知道嗎？那個吃的就是一種想念。我覺得那個是你記憶的那個味道，所以你會特別喜歡。就像他會講我女朋友做泡麵。對。他就按做咧哈。哦，安尼東江恁有變呢。伊弄愛油弄愛倒下。起司片呢，出 Animal Boy。譬如講Animal Boy買的豆一片一片呢，好，一樣切四方形的，對，切小四方形，等下就會用到啲牛肉底部。哦，不用咯，當歸嘅，還有小黃瓜，裝飾用，好，要挑那條。其實台灣小黃瓜真營當後生呢，有時候夏天呢也好，它其實也是營養價值很高。好，你看那邊那風勢紅有好多哎，油溫呢我們也差不多熱了。冒煙有沒有？冒煙就可以了。好，小 B 哥，你睇見今日的理解超人師傅講，記住煮盤本爸爸媽媽什麼用，煮盤唔聽要什麼用嗎？我就瑪莎想到我要爆我爸爸的料。哎呦，幹嘛在節目爆爸爸料？我要順便抱怨他一下。好啊，你講。係啊，我就想到吼，我記得我媽媽本來讓我講，叫我記差不多22歲的時間啦，我給家公家婆就有點念他啦，就講啊，你準備去揀呢咧吼，時間還唔會煮食。結果我媽就認我家婆講，哎呦唔怕，我嫁不你走為煮菜嘅老公就好咧啊，我就時間為煮，係冇？真見啊！結果咧？結果吼，全經嫁不我爸爸之後呢，我媽媽變到很合為主。哎呦！為什麼呢？因為啊，聽
听说厨师回家是不煮饭，点咩啊？是泡面都炒吃都好吃。炒面的，那就比较安静一下。我想要听到油在煎的声音。安静。蔡师傅，给你肉哦，有没有牛肉哦？你讲牛肉比较容易熟，可以吃，大概就可以吃，它不用吃全熟。哦，因为底部有爆浆的那个东西，所以也不能够太过，会真的爆浆。哦，所以我们那个切那个 cheese 的比例也要抓好，不然如果太大流出来，先不用，先不用炒。中庸炒，中庸炒。那你要用烤的吗？不是，用煎的就好嘞。哦，有一点半煎炸的感觉。哦，差不多煎咯，有一点擦擦的。我们都煎。差不多哎。5分钟。5分钟。煎5分钟哦。啊，伊下太早的啊，煎下对的。因为肉吼，可以有的它胎，有的它生，它胎都要剪它旧的喂。哇，现在整个香气都出现了，我也好期待啊！期待等一下超人师傅又要怎么样让这道菜变很美国宴料理。哦，有冇？火金配啊，好嘞哦。因为啊，其实，在煮的过程里面，特别是受热过程中，其实火关掉它还会继续，没错，熟成，好吗？继续熟。而且其实牛肉只要够新鲜，也不用到要非常的熟。哇，你看起来是懂厉害耶呢。看哦，你一盘哦，做的什么？300，好是吧？可以吗？就满意，因为还没有那个还没有装饰啊。比较熟的哈，熟的，你要加一点70片。哦，基本用的当不咯？放上面。要用含香，有一点含香，多一个味道。我已经流口水。我也是，觉得好好吃，而且姐妹这样吃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。有个主餐，然后前菜，然后这个感觉是这个点心。对吧？好。溜啊盆。溜诶，本给融发一下，有点焦焦的感觉，这样就很漂亮的，而且有那个焦香味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对不对？那你说对哈。好。那都俩又切俩小黄瓜有吗？刚刚跑好一些小黄瓜，还有俩tomato，感觉这一道菜会变成3500，差不多。哦，姜用哦，头米切一般，好，那就俩盘了有吗？盘呢没有讲，嘿嘛？我操，来。哇，这不止了，这不止了。你看，你刚有用派寸，人家。嘿，刚刚用诶。你洗得如何嘞？哇！你打开哦。你系捞那个 tomato 嘅酱入搭皮豆冇？有。未做得係冇？你他係唔記注意下冇？因為我可能冇配個用派嘅時間，我就冇特別種嚟醬料。因為大家有醬嘅呀。哦，哇！差不多松果哦，松果叉子。我做一隻本眼眼看吼，你做，你一見起來。見起來。應該發現師傅係一個很負責任的師傅。怎麼說？他不是只做給我看，他要確定我會嘞。哇，那你真的是佛心來了。還有這。還是你已經做得很膩了，所以沒哦，我的任務就是把你教會啊！你看看，真的，不手工哦，插在上面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很強哦！好，來，夠本嘢，沒問題，來，好的，好，本期做啦，好，本期做。好，你有想過你自家要一出行料理這條路嗎？會啊，會啊，一開始細開始都練哈。你用辦冇？你有買很高？唔會有到。你講唔會，真係唔會有。唔會有到，係。跟爸爸媽媽有想講，你下伊厲害啊，又做老師啊，有開店冇？冇。之前你在飯店當主廚，跟殺下來有乜嘅計劃冇？譬如講對客家菜啊，有特別的想法啊，也係講，你看你還有很多的創意啊。
就是会改良一下一些客家菜啊，对，变成说大家可以比较适合的味道这样。改良过嘅客家菜，會成本不客人學一下鑑定一下嘛？冇呀。好，你你做起来正经，拿起来没讲，拿起来打卡都漂亮。对，师傅都有顾虑到。感觉我才是主厨，快一点好吗？好，感觉你比较等不及想吃。我真的等不及了，你看出我内心的渴望了哈。有看到。正经啦哈，咩正经分享同到位主持的朋友来各家来主持，好唔好？大家交流一下。好非常的小心。来嘞，两头菜安都嘛该让茵茵拿好了啦。茵茵，你既然是要那个哈，两头菜安都。爆浆芝士牛肉丸子，来。亮用来绕都会懂色，洋葱的甜，本牛肉是一个含了甜，莫扎瑞拉其实在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。点来是可能啊！来，少改时爆浆，其实已经有爆浆了。哦，亮用来绕都会懂色，没呢。然后它的那个洋葱的甜，本牛肉是一个含了甜，然后那个莫扎瑞拉其实在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。它可以有两种口感味道的 cheese， 很特别，不会只吃到一种 cheese， 觉得很单调。哎呀，黑总，你看这样聊天有多开心。对啊，你看，然后吃肉再配个番茄，然后晕哪那种搞，就有一种要聊天的 feel 了。喺啲文化做加工过嘅，做得用鸡肉，咩做得用猪肉，最重要係啲步骤底部都要甩肉，对，冇错。然后我其实可以把莫扎瑞拉 cheese 换掉嘛，做的，没做的哈，对，而且这样子女生吃起来其实是一口的啦，中碰或两口，其实很方便，熟梅麻沙，真嘅。而且我不会告诉我的姐妹会爆浆，你心机也太重了，然后爆在嘴巴里。咁樣好誒，咱拜後特拜有乜個 party， 不管係誰賣盤，也係誰來盤，都搶超人師傅來解救我。对，真的是快速又简单又好吃，最重要可以好食。叫誰看什麼嘢啊？師傅？哇，已經係吃完是凍爆，一起凍爆。我見你上去凍乾淨搶我嘅姊妹來做你係 party 咧。是另外吃到了唔單搶喺下午場啊，就做嚟搶一下，以外是主餐咧。對呀，超人主廚，你把我的姐妹餵飽了。還沒，到時候你要回來跟主廚報告，你給你做肉麵白，唔過1天100分啦。一定的，簡單又好吃。係啊，阿龍太家講，太家咩做地波卡講來做5星級的料理，知道嗎？這個是我們超人師傅咯，什麼有喊各家來主持，好冇？各位朋友一定要記得咯，大家禮拜1到禮拜5下晝3點到4點，鎖定17台客家電視台客家天視台，家家有好聲。歡迎各家來主持。各位好。